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启示录18章19到24节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，哭泣悲哀，喊着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！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。天哪！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：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，绝不能再见了。弹琴作乐，吹箫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，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，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，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经文讲到，受上帝审判刑罚的人要哭泣悲哀，他们自己会说呜呼哀哉。这些人原本是不会自己说哀哉的，若不是上帝的最终刑罚临到，这些人是不会这样的，因为这些人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既得利益者，而且他们是这个弱肉强食的强者。若不是上帝的最终审判，他们往往是得利和得势的。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他们是一下子就失势了，一时之间就变成荒场了。圣灵要圣徒因此欢喜，因为这是深渊。我们也不要因此觉得这是幸灾乐祸，因为神也必定有他的报应。这不是佛教的观念，乃是上帝应许的实现。上帝如果没有他的公义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不能建立。基督徒也不需要人的可怜，因为基督徒的盼望是在乎神，是和神站在一边，和基督站在一边啊。今生在这个罪的世界，就难免多有逼迫和苦难，备受藐视和羞辱也在所难免。因为基督在此世生活也是如此。基督徒欢喜快乐，不是因为别人遭到审判，而是因为神的公义得到伸张。耶稣基督来不是要人受审判而下地狱，乃是要让世人从地狱中得着拯救，并因信他的名而得着那丰盛的生命。人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阿们。